工啊，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啊。附近的迄个树木里面都腐蚀啦，都很有病，爱点啊树啊，就要有专业，啊无太危险。下雨吼，下雨土石会松土石会流失，啊，迄个根部通通浮起来了，啊，安尼树啊容易就倒。你问伊，我带你来就先顺啊，带伊考试。敢有安全啊咧？爱若赶地迄站无安全，就爱行较远嘿，阮伫遐咧运动，对阮的生命有威胁。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前阵子大雨过后，路树倒塌意外频传，针对市府是否有做好路树的日常修剪，引发质疑。今天的市政3分钟就要带大家去了解路树的修剪是怎么一回事。那首先，我们要先欢迎我们公务局的第1公务大队的大队长，队长好。各位市民好。是。队长，我们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前阵子我们知道有路树的倒塌，然后甚至夺走了生命，然后还有市民的财产的损坏嘛。那我们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我们路树为什么会倒塌呢？路树的话，假设碰到连日的好雨、大雨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接下来这边的树枝松软。那如果说它的根基部刚好有生病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倒塌。目前公务局的部分有针对全台南市的重要的道路，大概112条，每个月都有做巡查。那巡查如果发现有生病的状况，我们会请外部专家学者来现勘。第一个是判断生病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说就是如果生病人可以找到帮他治疗，就是帮他治疗。刚刚队长说到112条的主要道路，那112条以外的树怎么办呢？台南市的管理树木权责是以属地主义，那属地主义就是说土地所有权的那个机关、学校就是负责管理它的树，所以全台南市的道路、广场、公园这3个地方就是由公务局来做权责管理。我们日常的修剪其实是针对它的病枝、枯枝、徒长枝这种不良枝来做修剪。这个修剪大概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让它台风的时候不会这些不良枝让它突然断枝。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疏枝之后让树木生长会比较通风，让它减少病虫害，那树木生长也会比较良好。那今天很谢谢队长跟我们解释这些，那我们也是希望公务局这些同仁他们也是非常辛苦在帮我们修剪树木，然后维护我们的市容，那我们也要非常的感谢他们，谢谢大家。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解决安平区的交通问题，市府伫104年就开始规划要兴建一座跨港大桥，但是到目前为止进度究竟如何呢？议员李启伟上午伫议会总质询，就要求设计方面一定要安全优先，同时考量游艇甲航船的进出，除了疏解交通，嘛当进一步带动安平的观光。议员李启伟表示，安平跨港大桥是地方期待足久的建设，到底目前进度如何？伊烦恼是设计顶面一定要考量跨海安全、交通配套等等。避免对环境等到造成严重的冲击，同时伫用地处理方面，嘛要协助当地造船厂营运无受影响。快桥这刚好做好这个交通的一个配套以及我看这个路线的一个引导这敢是我那会这个中华西路的一个拥挤交通雪上加霜啦个快桥即马这施工的一个大概一个位置嘛对这个环境啦敢有啥物款的一个冲击这个跨海的安全因为咱见景有看到这宜兰这个南方澳这个大桥的一个倒塌因为阮安平遐靠海嘛这迄个海风这个西南气流还有这个台风这对桥的安全是毋是
哦，这100%。高度的话呢，那渔业单位它要求大概要15公尺的高，这个渔船才可以进出。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有考虑到，至少15公尺的对啊。对啊，这个是任何游艇、渔船啊，大船呢，大船。就是这个就是考虑大船，因为15公尺已经很高了，大概是。这个叫做管的对啊。15米已经足管。那我们也会考虑到景观，比方说它，里面有这个林木鸟，也不要这个桥梁过大去影响它的观瞻。那在交通方面呢，刚才有提到会不会造成中华西路的这个交通阻塞啊？反正它是可以帮忙这个中华西路的疏解。根据了解，台南市198万人口有37区，不过台北市260万人口却只有12区。所以议员强烈要求，在理林整并以后，为了节省市库的开销，甲增加行政效率，好由市长任内好好来规划行政区的整并。对此，市长表示，行政区太济是事实，行政革新嘛有必要。不过，因为也牵涉到复杂的政治关系，也需要好好思考。台湾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议员郭宏仪用客观的数字来检讨台南市的社会安全、交通事故、甲教育文化等等，希望发现问题，进一步改善问题。其中有关儿童少年保护线的安置机构，台南到108年只剩3间，而且根据2018年的统计，台南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伤亡的人数高达619人，算是偏悬，让予议员非常的烦恼，提出来做检讨。议员郭宏仪表示，台南市针对受虐待儿童少年安置，根据了解，每1万人有24.37位，其实需要人数并无减少。不过安置的机构却对原本6间减到目前只剩3间，议员烦恼敢会受到影响，加上社会福利的工作相关人员数量嘛比其他5都减真济，要求社会局提出应用。这个机构。安置的机构却越来越少，一档少。今年到108年的时候剩下3间，但是咱的人数嘛无减哦。我们看看那个数据，人数没有减，但是安置的机构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必须要去检讨说，为什么这个安置的机构会越来越少？我们再请局长。总共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有143个床位啊，那目前为止他们是安置的部分只有64个床位，所以说还有剩啊哈。那透过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会担心说未来如果说这个儿少的机构不够的话会怎么办？那这3家已经停了嘛，还是剩3家，那我们就会朝向那个寄养家庭，还有一个团体家屋。还有一个团体的自住宅、团体自立住宅的部分来处理。对了，健全社会安全网，议员以2018年的统计，台南市因为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伤亡高达619位，进一步关心到底是人民无守法的问题，也是交通执法道路号志工程有状况，要求市府进一步检讨。不过，这数也当显现出来，到底是我们的道路水准有问题，我们的交通号志有问题。或者是我们人民的守法的程度有问题，这个部分都值得我们去探讨了哈，让大家去探讨。当然，这个问题显现出来了后，其实交通嘛是个同款发生这些交通事故，我们还必须要去努力，我们努力的空间还很大。我们也确实针对这一项，因为这一项原来在伤亡车祸里面都占了8%嘛，那但是。在我们从去年8月开始执法到现在，大概下降这个降幅大概下降24%所以说这个我们如果说闯红灯这一项，是因为可以从客观的这个数据也看得出来那表示说那个我们取缔闯红灯这个部分，也提醒民众他要注意这个无辜第三者的安全，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这个遵守法律的规定。议员透过总结询将市长的施政做通盘检讨，认为需要用客观的数字来比对，来发现问题，才当进一步改善。台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
台南市政府目前正伫进行赤坎文化园区新建工程，未来将要兴建成功国小活动中心、旅客服务中心、甲地下停车场。不过施工的过程不时发现大面积的古早遗迹，造成工程停顿。所以，议员招商界参考学者专家意见，伫议会总之时，强烈建议赶紧恢复国小学生转来上课，唔通搁开辟停车场，应该就地设立博物馆。议员招商界以这个古地图来凸显赤坎楼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目前市府正在进行赤坎楼文化园区工程，不过当边考古挖出大面积的遗迹。特别是地层钉钉塔塔，引发关心。未来如何处理？连古迹新委员会会刊嘛认为需要收集更较侪资料，才当确定相关的交代。对此，议员强烈建议唔通去挖落去，除了强烈反对地下停车场，要赶紧恢复成功国小的学生转来上课，嘛建议像921地档形式的就地改成博物馆。对此，市长答复会斟酌谨慎评估。当其时，恁发包的时阵，是毋是有讲？发包的规范内底有，是毋是有讲只要去挖到遗迹、遗骨，就全部往外停，是毋是安尼？目前议员报告者啦吼，目前这是真个挖的部分是咱3期的部分，学校的部分已经解决了啊，吼，还有讲，所以真个是学校的部分。从3期的部分切落开啦，切落开啦，所以学校的工程就停。吼，市长即马就安尼啦，学校赶紧去起啊。即个有遗骨的部分呢，我甲你建议啊吼，改做就地改做博物馆，同我含赤坎楼连接，茫个挖落啦。就安尼去修正，这就是做博物馆。停车场的部分哦。该去讲那呀，哦，这部分我来斟酌来处理一下。另外，议员嘛以中华西路即在台南市的门面，伊对顶一会期讲道路已经封起来，结果市府却是马尼东风质疑监视官商勾结，无伫报告期限来修复。对此，市长表示，这伊做无好抱歉，只闹牵涉官员的疏失，一定严办。谁那车祸遐尼济？每一个议员的即阵拢讲车祸死亡，台南市上济。这，我倒摆啦，暗时啊，徛对遮来包好势咧啦。是啊。你敢毋知影这条啥物路？你无咧开车，你嘛台南市的议员差不多大家拢知。啊，歹势甲你讲。中华西路。我伫中华西路，就伫边仔遮。这点我感觉真歹势。我去年甲你讲的时阵，就讲已经1冬啊。后来我讲官商勾结，为什么？假使是报告期内底，照你讲是厂商爱报告的呢？恁先啊无要甲追踪，等甲报告期过啊，换市政府爱开钱哦。我甲赵员报告，这点阮等来检讨，若准有牵涉到官员依报唔报，阮就要处理。伫总质询当中，招商界认为市长的答询轻轻松松，不过市长却讲伊骹手拢咧搓，嘛互在场笑架。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中嘉网络先进媒体企业责任承诺每一档投入千万的经费，来培养媒体产业、法律领域的少年人，而且为去年开始展开微课程的教学，邀请大学的教授到各地高中上课。目前已经伫嘉义高中、台南一中、台南二中、甲台南女中等4间高中开班授课。由中嘉集团赞助经费协助开设高中的微课程教学，但是即摆总共有嘉义高中、台南一中、台南二中、甲台南女中等4间高中参与，并且邀请大学教授来到高中上课。非常谢谢这个我们学姐立委陈廷辉的一个大力协助，还有我们中嘉集团的一个经费的挹注。还有我们成大教授团队的一个合作跟支持，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一中、女中、二中还有嘉启的4校的微课程可以顺利的开课。那这学期我们一共开了7门的课程在4所学校来上课。
嘉义高中这学期先规划数学、历史、化学等3门微课程，互学生依照家己的兴趣来选修。这个学期里面总共开了3门微课程啊，其中有开这个数学建模，那第2门课就是看日记学历史。接下来下周要上的最后一个微课程就是生活中的化学。那么大学端的教授来学校开设这一些微课程，给我们孩子的这个眼界开阔了，让他们能够多多的接触一些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这对我们选修的学生绝对有很大的帮助。看日记学历史的话，是成大的陈文松老师把他最新研究的成果带进佳琪里面来。那他在去年出版了一本就是那个吴兴荣有府城这样子的书，让就是他自己也是从吴兴荣的日记里面去抽译出整个吴兴荣在台南他能够看到的，然后能够玩到的一些东西，让我们跟历史之间产生一种古今的连结。学生透过分组的讨论，家己找资料的方式学习，这嘛让每一位参与的同学拢感觉相当趣味。其实做剪辑的日记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其实很少人认识剪辑是谁。我们做这为了就是要让大家来中央参访的时候，就是可以认识到剪辑的故事。然后因为我觉得剪辑其实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所以我也想要把他的故事传递给大家。像这样子的历史在课本中其实是很难去学习到的。我觉得透过日记可以学习到就是更在地化，更应该是说课本中不会特别写出来比较细节的部分。在这门课里面，我学到最多的就是我发现，其实历史不是只是从课本上可以学到，我们可以从台湾日记资料库里面去了解到那个时期里面人们眼中的时代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或许会比我们直接看课本那些人可能比较主观的想法之外可以读到的东西。学历史不一定要从课本里面学习，像从台湾史料知识库这种东西，它也可以学到很多课本没有写到的历史。历史课通常都是讲战争或者是大事件，不会讲到人那个时候其实最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次也让我知道，那个时候其实盐分地带文学就已经被出品，然后也很多文人在为那个努力。中嘉集团先进媒体社会责任以系统带深耕地方的优势，亲临每一个社区甲高年龄层，开设各种媒体视读课程，来加强民众解读媒体能力。看日记学历史，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剑气诗情陈吉森创作展6月7号将伫鸿运美术馆盛大开幕。这届展览展出陈吉山老师数十档来书法创作，包括楷书、篆书、行书、狂草等各种的书体，非常值得展览观赏。曾经得伫国宝级书法大师朱兆英身边学习多年的陈吉山老师，因为学习书法、读册甲做人做事，深深受到舅公的肯定甲呵乐。甚至表示已经将家己所学拢教予陈吉山，也因为唔敢放下老师的看重，陈老师到现在更是每一工都会写毛笔，不管是楷书、篆书、行书、狂草等，拢真精通。我们古代的像张旭、怀素、黄山谷、祝枝山、张瑞楚他们这些写狂草的这个书法家，把他们更
推展一步，因为他们写狂草是这个历代以来这个书法之中最为不受拘束、最自由的这个书体，但是他们呢还是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没有打破行一行的界限跟字与字的界限。我是把它打破行一行跟字与字的界限，融入西化跟国画的基础啊，然后个人的一种整个这个等于我们一种对生命的体悟，然后把它写成像一幅画、一首歌，让它线条有轻有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好，这是他作品里面的，我大概抓一下了哈。这里是李白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剑气诗情陈吉山事的创作展7号开幕动工，副总统赖清德嘛到场祝贺。开幕的茶会的当天，6月7号下午2点半，但是他可能会提早10分钟左右或者15分钟左右前来那到时候我们这个会去恭迎他，包括我跟宋老师，还有市政府的那个市长，还有各局处的官员，都会共同去恭迎那个我们赖副总统的这个光临。目前这的书法作品已经伫咧南区新中路14号鸿运美术馆展出当中。对陈吉山老师书的创作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的北外环道路目前正伫进行第3期的工程，完工以后将会当缩短安南区甲南区到市区的交通时间。为了了解进度，市长嘛特别前往现场视察。现在伫台港大道连接河堤道路的所在，会使看到路边đang咧进行大型的道路工程。这就是串联大台南的重要工程——北外环道路。整个工程全长14公里，总经费高达178亿，所以也将工程分做4期。现在đang咧进行的就是第3期，分做东西2边来施工。为了了解工程的进度，市长杨伟哲也前往现场视察，并听取营建署的报告。市长也期待整个工程会使顺利来完工，同时品质也要兼顾。事实上，北外环道路可以说是差不多近10年来台南最重要的一个连外道路的一个工程，尤其它连接了安南区跟这个市区跟这个南科的这个部分。那在南科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而且一直在扩充的这种情况下，那会增加至少1-2万人在这边。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打开交通的瓶颈，然后增加交通的这个流速以及便利性是有其必要的。那感谢中央政府，也感谢营建署能够补助，这个整个工程费将150亿。那扣掉地方的这个配合款之外，的补助相当的多。那所以说能够让我们台南市这个打通任都2脉，这个打通南科跟市区的一个距离，形成更大的一个都市发展区，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那也希望这个工程不仅要如期如职的完工，而且能够提前的完工，才能够造福更多的市民造成更多的市民的便利减少更多的污染跟拥塞的成本这点也是有期待，也拜托我们施工单位能够加强帮忙的北外环道路第3期的工程预计伫明年底来完工，到时阵将会使有效疏解台南科航区的对外交通。同时，第2期甲第4期的工程目前拢伫工程设计当中。台南新闻郭无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